係冇錯啦，咁啊而家嘅呢一個教育金又好啦，獎學金又好啦，總之你有9個 A 或以上咧，你就有機會攞到，唔係有機會直接攞到啊，唔使申請㗎，自動可以申請嘅。但係呢樣嘢咧，對於我哋3個嚟講冇乜關係嘅，尤其是對我啦嚇。首先我成績唔好啦嚇，第二我已經超晒齡啦。我又係有咁嘅問題，因為我多過9個啊，咁唔知可唔可以自動？9個 F 有冇得攞咧？我9個，我10個 A 啊，過咗9個添。一個水樽車過去啊，都話明係超過9個，你自動就攞獎學金。OK。但係因為其實講個獎學金，我記得有一陣咧，好似鬧過一啲叫做電腦出現問題嘅呢一個情況。係啦。記唔記得之前話啲成績其實4、5個 A 嗰啲攞到，7、8個嗰啲攞唔到啊。10零個啲攞唔到，2、3個啲又攞到啊咁嘅情況啦嚇。嗰陣時令到好多民怨啦，咁但係依家當然個 system 已經搞好咗啦，咁而且你嘅成績考得好就自動有獎學金。對於我相信好多學生嚟講咧，絕對係一個推動力嚟㗎。尤其是如果你家庭比較貧困啲嗰啲啦。係啦，9個 A 就自動可以攞到獎學金，對呢樣措施唔知你有咩講咧喂？同埋你會唔會真係為咗獎學金而努力讀書嘅咧？有冇人真係咁樣咧？有人嘈喎，咁8個 A 嗰啲1個 B 點喎？哇！咁搞落去有排搞啊！等你留言啦，可以上訴啦，我 call 上嚟啦喎，好嘛？我哋意思係0395433366。講下獎學金。